再来看宜兰县有议员指出讲，宜兰市有一间国小老师霸凌学生，这老师只是互调离开原本的班级尔。另外，罗东有一间国中有老师涉嫌性侵学生，这老师佮转去转去其他高中一架车。县政府教育处是表示讲，调查的结果是指出讲，这个国小的老师只是管教不当，唔是霸凌。这个涉嫌性侵的老师嘛，已经被停职，禁止接触学生了。关于原北康宜兰一间国小老师给大囡仔罗东一间国中体育老师涉嫌性侵学生。宜兰市某国小在3月的时候发生虐童的一个事件，还有罗东镇某国中发生性侵的一个事件。当时到目前为止有启动我们社会安全网了吗？关于员表示，这国小的美术班老师伊伫教学过程，常常对班顶的囡仔渗透渗面，有几十个学生受害，说只有调离班级，有家长烦恼其他班的学生受害要安怎呢？另外，罗东一间高中的性侵案，唔那一个女学生受害，这老师也搁伫其他高中一架车，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两个案件，在教育处的立场都会督导学校善尽职责。依法秉公处理，勿枉勿重。教育处表示，这个国小老师不是霸凌学生，确实有不当管教，老师才会跟他调离班级。专案已经调查完，一旦处罚结果，涉嫌性侵案的体育老师已经停职，禁止甲学生接触，静待调查结果。前面已经干4年，可是如果是新任的话，他所有的任期的计算要重新采集，那等于他未来他可能可以再连任第3次。宜兰县国中小校长遴选也表出证据，今日国小校长是在下政出电前今早无通过14天了后才通过学校新任校长审议，是宜兰第一例校长已经做1年，是不是阁因为新任应阁做8年引起质疑？教师这个工会批评县府大开万年校长的责任。那所以这个部分下来。结果如何？反正我就都尊重。今日国小校长表示，家己是依法参加遴选，算新任也是属任，会尊重教育部限制结果。县府表示会尊重遴选委员会审查结果，照地方遴选要点。这看做是新任，不过因为是校长原校已经任满4年，那国民教育法可能是连任，会请教育部限制。未来也检讨校长遴选作业要点。记者综合报道。